안녕하세요，我係佛教嘅沈香林紀念中學嘅畢業生李仲怡，依家讀緊韓國延世大學。我認為有種幸福係身邊有好多幫助我嘅人。幾年前我可能冇諗過自己有一日竟然可以讀到大學，仲係我自己夢想中嘅大學咧。中三就已經諗緊，我因為追星有呢件事，所以就好想去韓國讀書，之後就一直有自己暗自咁 plan 好晒啦。其實一開始咧，屋企人係比較反對嘅，即係覺得你唔好諗啦，你做到咩？你都唔識韓文，你又乜都唔識，你仲要過去嗰邊喎。我就覺得我一定要做到嘅嘢，我就一定要做到啦。我覺得屋企人最後都放手俾我一搏係件真係好感恩嘅事啦。中間仲有啲比較多反對，其實我覺得比較係自己內心嘅掙扎。如果讀唔到咁點算啊？我可能過到去嗰邊。過到嗰邊我韓文可能冇母語者咁好喎，咁我哋點算啊？即係中間會有好多焦慮啊，同唔同聲音。我如果 DSE 考唔到嘅話，我又入唔到大學嘅話，咁我最後係咪乜都冇呢？即係已經覺得好似冇後路咁樣。我就一步步 set 咗目標俾自己先嘅。首先就係第一步就係自學咗韓文先啦。第二就係校內成績點樣一步步咁樣進步，即係覺得就唔需要諗住後路咁多，你可以去 plan 下，但係即係你最主要想做啲咩，你就諗咗佢先，即係你嘅 first choice 係最重要噶嘛。你而家就算你係揀錯科啊，定係或者即係覺得而家呢條路唔係你啱你行，你最後想做嗰樣嘢你就去做嘅話，可能都會達到一個好好嘅結果。好好 prepare 自己嘅話，其實都會有好多唔同路可以揀。起碼能夠脫離香港、脫離父母，然之後獨自去咧，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嘅。但係呢個勇氣，我就覺得，同埋咧，佢媽咪咧係好支持嘅，即係佢媽咪咧又同我溝通啦，跟住會成日會講阿女嘅嘢啦，咁同埋睇到佢係即係好支持阿女，同埋好信任學校。好坦白咧，就冇見過咧，原來一個同學可以係有一個咁少嘅夢想，然之後咧能夠去認定目標、搜集資料，到最後咧能夠努力成功。校監成日都講人生基本功咧，就係投入、堅忍、反思、善緣。只要有目標，其實諗咗之後咧，逐個 step， 一小步子去做咧，咁我覺得成功嘅機會就會更加大啦。同埋咧，最緊要就係你中唔中意嗰樣嘢先。如果你唔中意咧，就乜都冇用嘅。但係你中意嘅話咧，你就要相信你自己，乜都可以做到咯。我認為有一種嘅幸福咧，就係能夠保持住自己嘅熱情，然之後就可以喺自己喜愛嘅東西上面咧發光發亮啦。